家家有好生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赵飞。大家好，我是欣欣。咦，我问问你哈，你知道一套好的料理，有乜嘅条件？最重要的条件？好食就係好料理啊。这么肤浅啊？好吃就好。还有呢？還有哦，好看性情，當好食起來感覺讓人冇窮用。按你講錯，除了講大家一般認為嘅色香味俱全，對，除了好食，不過對我嚟講，像我安尼現代人，我會知道一套好嘅料理要有乜嘅情感，因為有情感，你就會知道食啲東西落去，就會想到阿婆，就會想到走掉的女朋友，也還講想到來本老師大時間哇辣的感覺。哎呦，肥哦啊，是的，這樣料理就會幫你想到很多東西哦。當然啦，食東西沒有情感 feeling。哎呦，講到當中食東西有氣勢種嘅哈。當然啦，唔啲哦，嚟見邊出搶到兩位有 magic 有魔法師傅啦，所以有 magic 有魔法料理本身啊，正經地嚟講嘅，攏係變魔分享好嘛？分享有魔法兩位師傅，分享董一恩、董小聰兩位師傅。Magic， 哎呦，兩隻很強哦。哎，你對我兄弟係嗎？董爸爸好。好，你好。哦，這個是。對，叫我小董就好。小董，小董。那就是董爸爸的小董。來耶。黑客家人哦。對，是不是客家人？是，但是不太會講客家。黑客家人冇馬會講客家話。對。哪位客家人？嘿。哪裡的客家人？南投水里。南投水里哦。爸爸會不會講客語？現在不會了。哦，那可以給我們 magic 一下嗎？可以 magic。預備開始 magic。哦，很好。冇馬會講客家話。爸爸功力比較深。我有嚇到，有震到。我想說，這個兩位呢，這個知名名店的主廚，爸爸做料理多少年了？50年了。50年哦，哇，50年。給來也兒子呢？小安三年，聽聽，3年哦。你係因為爸爸的關係，這樣來做料理，還是講因為爸爸的關係，是不是？對，因為在2年前參加客家 B&B 的客家青年創業班，才回來幫家裡的。因為大家講吼，料理係一種情感的呈現嘛，吼，無像佢來講哦，好食出口，好食咩係一種回憶嘛，吼。故所講今日，你用大家講嘅幾項東西來回憶下，你印象中嘅客家嘅好料理，好冇？真係做大家有講到，我會想到阿婆，會想到阿公，想到叔伯，會做乜嘅菜盤嚟食？阿婆嘅廣東話吹牛。哦，阿婆嘅廣東話。吹牛，整用演出出來啦，好，來開始來做，好冇？好。當然準備嘅東西一定要當從業位，加小安師傅有講，廣東話係兩種嘛，還有冇看過兩多破布子？哦，兩係冇識過變咗破布子裡邊度嘅嗬。好，那其他嘅呢出客家嘅元素嘛，出將唔係客家嘅幾個中用元時間咩準備？好，開始做了哈，我們要先做什麼？所以我們客家第一。豬肉，再剁一下。爸爸很要求，爸爸好棒哦！剁一剁，讓它的那個筋跟粘性都有。是，好來，好棒！你看，有看到那個出筋了哈，等一下肉蒸起來會非常的好吃啊！牛馬，哦，牛馬啊，來切一下哈。哇！
切碎，哎，切到碎碎。哎，碎碎。爸爸做菜很有节奏哈，很有节奏而。且觉得爸爸做菜很有那个架势，好像是半桌，有没有？一组就是30桌、50桌这种。我们有点小心机，说爸爸有点小心机就是。为什么叫魔法？就让人知道说吃不出里面的是什么。真给吼，他们上来你下高兴哦，哎，你别做嘛该啊？哦，就切那个姜嘛，还有嘛该？现在我们那个泡泡纸哈，里面的那个纸要拿掉。哦，吃饺哈。对，要把那个里面纸拿掉。现在我们也要吃健康，也要吃安全，嘿，就是补助那个香味啊。因为我们的泡泡纸一个很干的味道，甘甜的味道。泡不止太嘎，差不多会用来煮的，用跳丝啊、小鱼啊来蒸鱼啊。现在我们吃东西也要吃安全，哎，安全啊，健康，健康对。对。以前只会吃，现在都是讲。大家讲的是客家话哦，我不是讲黄飞唱的对，还是对就是对的意思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可以冬瓜可以在。哦，你要什么汤匙哈？好来。因为客家人最厉害，所以相当多东西，不管係冬瓜啦，哈，不管係暗瓜，哈，挑絲，哈，你還有挑夫魚。你第一嘛，家人都挑夫魚嘛。有，個薑筍。哦，薑筍哈。薑筍。好，弄個汁，同樣跌落安尼高用地擺度，哈。因为现在我们吃没有像以前吃那么咸了，所以不要放那么多。因为你刚刚有说要吃的什么健康，嘿，好。对，寒冬瓜有个很重要的元素是那个汁，要把它留着。汁，那个汁。哎，爸爸哈怎么？你唱个山歌好。这什么？哈，那个寒冬瓜有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那个汤汁。爸爸又在美酒了。爸爸，你的魔法好厉害！我只要一讲话，你就抖。你再说一次什么？好，那句。好，没关系，等爸爸切完，再要告诉我那个汁要干什么。好，那刚破布子到冬瓜，切到绵，你怎么了？好，来，你要什么？纸巾。对，纸巾对。你刚刚说冬瓜的汁，哎，我脸是不是很红？是要干嘛？这样就好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小安师傅，他要帮你解释一下。他们冬瓜怎么做嘛？那个汁是精髓，一定要把它留着。哦，精髓。对。你刚才有看到，好，我们放进来以后，我们是不是要去搅拌它，还是要再切东西？你切完好了。现在不要切了。不要了，是不是？那要干嘛？我们再调料。哦，调料是不是？调什么料呢？你要什么东西跟我说？放一点糖。好，放一点糖。做胡椒。好，胡椒。好，胡椒。胡椒一定要不用，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油，对不对？香油，放一点就好喽。对，不然会抢走味道哦。尽量不要给它抢走。对，酱油。好，着色哈。等下整起来会懂酱，就不会觉得那个肉白白的。对。好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我们绞肉都会加水，哦，要加水哦，要打一点水落去，本肉哈有一点的这个嫩度。嫩度。好，同样哦，加看一下水哦。然後莫加太多水，有陣時候加太多水，整起來會水，就會出水哈。好棒啊！爸爸有自己的風格 ，OK。我剛剛的表情是不是？現在很像舅阿嬤。最大都是阿嬤的料理。我們老人都是做了。你沒有老人，你是阿宗師，好嗎？再加一点米酒，好，加点米酒哦。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加多少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哦。好，这样加满了。好，这样可以了。那你就醉了。对，我就醉了。现在我们加一点太白那个地瓜粉。好，来，我给你汤匙哈。在这里。哦，好，毕竟你都戴了手套。地瓜我们不要加太多，不要加太多，会抢走呀。现在我们再打。拍手。哎。你们都不懂这个节奏，等下这样开始要用扭哈，弄到它出筋，对不对？对。假如生气的时候打，用摔的，真的假的？你摔给我看看。哎呀，不高兴的时候摔大一点没关系啦。哎，其实那种防范没做狮子头，也是这个方法，对不对？爸爸，我们
譬如讲，你还有啥？现在年轻人呢，他比较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样的程度，我们要怎么样去看？说，哎，差不多可以了。我们这里也没有水了嘛。你还没某水耶，没有水。然后呢？某水，你们该有加水又加酒嘛？当没有水了，然后它其实是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其实滑动，有点粘住了哈。好啊，我们现在用小碗就可以了。哦，好。我们这个要擦一点油，哦，擦一点油。香油没关系，是比较快，一点就够了。好好。啊，等一下比较好拿。好，比较好拿。好，我以为你要这只手要再戴手套。现在我手戴手套一直做不好的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棒哦。硬点硬点。好，你要开始不用上去，对，而且比较快。因为你大家少减工一张。譬如讲，把水打进去之外，还有把空气打掉。等它整的时间，这样我们就觉得好像里面有很多空气，吃起来不够扎实。还是个很重要元素哦。你们看到有没有？为什么要装到8分满？因为我觉得它煮的时候它会蓬起来。对，它会蓬起来。对，它会蓬起来。好，3号来装马该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好了哈。啊，现在我们要蒸喽。现在我们用空等的时间来切那个。盘底的青菜，这个是我们山上的龙须菜，对，这就可以了。哎，那等下菜是要烫吗？烫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那英帮我们准备1锅水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加一点葱撒在上面，等它蒸好的时候，我们给它切丝放在上面哈。对对。那当然啦，因为天然时代进步，以前啊可能阿妈的时代哈。无按度相反，而是来爆哈，而是来又有气种田嘛哈。古时候讲可能只有肉天天，你下来进步以后，除了有标抢出来的调味，要饮食均衡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一个不能少的就是盐水叶。哎，好。啊，等一下这个辣椒也是，这要给它切丝哦。是。好，可以。爸爸，你那个时候啊，应该说50年前。做料理之前啊，小时候一定是就是说物资没有那么的丰富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阿嬷或妈妈手边就有的东西就来做了，对。而且有时都有，给粮食来讲应该出懂很丰哎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的肉大概要蒸多久？这个完全那么小，差不多15分就可以了。15分钟，那还有要做酱汁吗？没有。不要。好，我们就等这个15分钟后。菜其实很快烫起来，然后15分钟之后，我们就把所有的材料做组合。阿嬷的酱冬瓜，酱冬瓜，酱冬瓜，等下出来了。哇，15分钟哈！哎呦，你自己看的都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很烫哦。这个时候，小安师傅要展现一下这个父子同心。好，来，哦，很神，看一下。我们就用简单的方法，因为我们的什么青菜，就用什么青菜摆就好。不要装2边去买，给它装起来就好。用水煮过的龙须菜。你有讲吼，俩迄就地取材嘛，迄讲无卡种嘛，该吹就用嘛，该吹来都不要去买的东西。对。啊，现在这个汤哈要倒是有水，对不对？对，怎么办？装起来。好来，用碗装起来啊。对，真的不会危险的，对不对？哎，炒，哇！爸爸50年的功力不得了，都不怕烫。好来，又简单又好看。我们以前小时候啊，很喜欢用那个汤汁拌那个拌饭或是拌稀饭。对。你有吗？有啊，身都胖胖的。你有吃过爸爸煮的这一道？有，嘿。好，3号了，不用那辣椒味洗，对，不用当锅，哇，有红又有绿，好漂亮哦！再加上我们的葱丝，对，这就很简单又好看。还有呢，盐水耶，哇，好棒！然后呢，刚才的汤给它淋下去，好，用汤匙。现在菜没有汤没有油，对不对？我们用淋一下就好了，最简单。哇，亮亮的有没有？哎呦，亮亮的哦。用看嘅就系阿妈嘅字幕，真嘅皮咩哦。哎，好了，好，那赶快告诉大家，我们请大家吃的是哪一道菜呢？阿婆嘅酱冬瓜水咯，来了。
们的苦瓜放进去，对不对？苦瓜给它那个腥味给它拿掉。好，冰镇来。好。面就给它放些不用下去。先子。好，来还要不用麻盖。最重要是糖。不同比例耶，不用落去，不用落去，你还麻盖。这是调好了。哦，这就是调好的，这是凉凉的调好的。那冰镇的我们可以放进来吗？这个可以。好，来，怎么样？ magic， 用安尼料理，本去变到当高级。magic， 我来说下阿妈嘅酱冬瓜哈，蒸肉，来。不会太甜吧？快本做到啊！阿龙讲调的味道啊，也真紧出黑魔法。阿龙讲是下去，除了阿婆的米西啊，还有当中做到 NCC 这个三合院。冬瓜口味都跑出来。哦，冬瓜讲得当好。系啊，我们做俩就会古早味，什么是pan啊，然后那个汤汁拿来搅那个拌饭。 哎，对，然后还有米线木，哎，还有嘛个？米线、面线，来吃到给的中的菜档厉害，龙须菜，好厉害哦！那个酱汁吃起来刚刚好，对不对？第一套魔法来了。第二个 magic， 那做嘛个？香港，细时间，小时候我们在田园跑步，跟阿婆一起，慢慢我们就要长大了。对，我们要念书，我们要出社会。 我们要谈恋爱，有没有有关恋爱的那个料理？有吗？有。哎呦，爸爸，你恋爱到现在多久了？哦，好几年了，今年没有结婚而已。你怎么那么可爱？好，那你也知道有恋爱的那个料理，对，介绍一道好不好？恋爱苦瓜。哎呦，超好。恋爱啊，有上是有甜的。 有酸的，有苦的，还有辣的。那我们来细汉就做恋爱苦瓜。戀愛苦瓜係伊有吃到我愛講我當真嘛？用白因為啊，佢兩三人當用心，用心到雖然講自家客家話有一啲啲嘅甜標題咧，唔過佢一推廣客家話，古所講有一條菜做戀愛苦瓜客家約會小食譜，教大家講乜解很多苦瓜，後背就教大家講戀愛苦瓜，还有做法哎，然后讲来哪里啊哈，还跟我的女朋友告白，然后再附上我的恋爱苦瓜，我告诉你，绝对是非常非常厉害。你是不是用这样追到你的老婆？还有第二招？哎呦，还有第二招，那我们先来这一招，好不好？这个阿聪师开始做了哈，恋爱苦瓜，恋爱苦瓜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嘛，就是有恋爱当中会有酸甜苦辣。苦咸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做那个甘苦的感觉哈。这是要梅子干哦，梅子，来第南头，我知道南投梅子很有名，是不是？对。我比较好奇的哈，这两个酱很像，这是什么？梅子醋。对。哦，那这个呢？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一样的梅子醋，只是两个的甜度或者酸度不一样，比例不一样哈。好，开始了，我们要来做苦瓜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给它切。好。你是怎么样帮爸爸想到恋爱苦瓜的这个名字取名字？因为刚好去年的时候，刚好我们认识一位就客家农夫，然后他在推广上有点问题，所以我们爸想说，不然我们办米行销苦瓜，但是一般的年轻人不太敢吃，所以我们想到水的梅子，我们就是我们想了好久，然后把这两道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就变成现在的恋爱苦瓜。像这个没有像柳丁，有，对呀，柳丁我们吃那个吃那个肉有没有？皮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当做那个柳丁从这里给它，削下去就好了。哎呦，就它不会腐啊。嘿呀，爸爸很细心哈。你看你对待食材，现在可能因为中生面呢，他对待食材是一种尊敬跟珍惜。给它剥一下，因为怕苦了，这个不会苦了。那其实那个苦瓜，它可以清肠胃的胆固醇，所以其实多吃苦瓜是好的。但是吃完就可以继续恋爱。对，但是以后苦瓜，
有糖浆边的也是要出苦瓜咯。哦，医学要再讲咯。哎，我看拿掉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不会苦了。其实苦瓜的料理，啲客家总来讲，苦瓜、冬葱叶吼，非常有耐心。你看按你切，哎有耐心呢，天天的按你割了讲哈，就像你对待你的感情是一样，那也是情感的一种回忆。爸爸，你几岁开始恋爱啊？我们不是恋爱的，我们是相亲的嘛。哎呀，哎呦，爸爸，哦，好，对不起哦，相亲哦。哎，对啊，相亲的。哦，那妈妈很漂亮哦。我知道我太太很漂亮。很棒，这就是情感。爸爸，我们这个量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。啊，现在我们要穿烫苦瓜。好。有没有盖子？等下盖起来比较快。好。儿子回来学一起做料理，你有没有很感动？对啊，就是每天你看孩子回来吃晚饭最快乐的时候。好棒哦！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你跟爸爸感情一定很好？有。其实我这3年回来最开心的事情，是因为南投水里是客家村，但是很多人不知，就是本地知道，所以我回来做推广，所以在开发小旅行、DIY、客家美食，嘿，好棒哦！我觉得有这个心很重要。其实客家话很容易呐，你自家身体里背肚里有客家的血液，你除非懂讲，会把这些东西找回来。对，慢慢从听，慢慢从学，对，然后从哪里学？从料理开始学。哦。开水还没开的时候，我们先做酱汁。哦，先做酱汁。好了。1瓶的矿泉水，小瓶的。要不要先把电话就好？可以给电话吗？哎，我们现在做的时候标准的时候，1瓶矿泉水小瓶600cc， 对不对哈？小瓶矿泉水600cc，然后呢？啊，这个梅子哈，差了10粒也没关系。10粒，8到11。那冲奶好是买耶，我比较喜欢吃梅子，我多放一点没关系。对。好。梅子给它放些鲜汁，鲜汁。好，来还要标马盖。最重要是糖，放多少？爸爸一半哦，一半倒下去。好。然后呢？现在给它融化。好。这个开了对不对？开了哈。好。然后我们把苦瓜了。我们的苦瓜放进去，对不对？炸了1秒钟，1秒钟不是，炸了30秒。爸爸，你真的是魔法先生，你要放下去，我捞起来。我觉得你在考验我，爸爸。你好，这个哈，我们这个苦瓜给它那个腥味给它拿掉。哦，苦瓜有苦瓜有一点抢衰咪，假如怕更苦的时候哈，可以承担久一点没关系。哦，这个也是去苦的方法。我又学起来了。好。好，你龙富瓜跌落去，加阿从石讲，那真然当姜富，这个汤下叫地位哈。不过唔係1秒鐘哦。30秒。好，冰镇来。好。来冰镇。然后你要不要借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切个丝？好。哦，你看爸爸的手势。来知道等候，有像是，用時間來分一個能力到技術，然之後你還懂本人感通的事情。哇，好细哦！这就是50年的功力，真的哎。小安师傅，你觉得有跟爸爸学到什么样特别的魔法吗？魔法呀，我就学到最多的就是让人家看不到我里面放什么。哎呦，那个糖融化了，那个给它关掉。好，关掉。好，给它放冷的时候要放凉，对不对？对，放凉。我们呢边蒸再让苦瓜给它腌起来就好了。这个要用蒸矿泉水。要矿泉水哈。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好。好，来。我来就好。我来好好的跟大家整理整理哈。好，安尼苦瓜，加阿从石讲安尼苦瓜，经过冰水，微切切哈，安尼一条，你啊将这酸做好诶。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要放我们的醋呢？好，等它凉的时候，醋尽量别给它化掉。来咯，凉的时间，你要利用这样吃，这是梅子醋，对，不同比例耶，不用落去，你还嘛该。这个是调好的。哦，这就是调好的，这是凉凉的调好的。那冰镇的我们可以放进来吗？这可以。好，来湿湿的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用客气的哈。因为它这个没有放什么东西的，纯粹
甜盐呢？对，天然的。好，这样子放进去以后呢？如果有梅子，因为有梅子的话就放进去，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。爸爸说要放几天？3天。爸爸，这样好了，因为哈总体了3米，要3天嘛。3天。我觉得既然你们都是魔法师了，刚刚一开始就说 magic， 那你慢慢的说 magic， 我们3天以后见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magic。嘛该出现呢3米过后的恋爱副瓜出现了，这就是冰了3天以后的。你真是有魔法，我配合的好吗？哎，这是冰之前哈，我们看到这个差别在哪里？我们看到酱汁已经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请爸爸来一起开封，我们来看看这个3天之后。你拿一个汤匙喝那个汤，你就知道，喝就不敢了。哦，好，给英英喝好了。这个。怎么样 ？Magic， Magic。好，3米过后呢，你要将这腌的苦瓜，这个非常非常的特别。那现在我们就要来摆盘了，对不对？不可能这样一整个吧？恋爱的时候吃这样还蛮不好看的。前面来。你们好像针对这一道料理还有办活动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你们有办什么活动，让大家也可以吃到这个料理？因为一起做，因为水里是海发庄啊，所以就是比较少人知道。我们做个小旅行，大家逛四重啊，逛四重，然后逛完4重之后，我们有做临海苦瓜 DIY。哦，本年去加州。对，所以我们甘肃的工厂。对。因为我们从去年到现在，我们已经交了500多位的好朋友去推广这道恋爱副瓜。来，我给你这个纸好不好？好，擦干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刚好你看到爸爸用嘅生菜哈，都理了枪，好，安尼看我们是不是？我们米西坦特哈。这是爸爸切的，好。当然了，那不用洗生菜没做的啦哈。生菜可以啊，没生菜可以啊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开始来切副瓜对，切副。按照切这一条一条这样。嘿，刚才你切了一条一条啊。好，切斜刀。应该没想到，那副瓜哈做的。用安尼料理，本去变到当高级，哈。最主要係佢記得話起個名，青霞。这个是梅子，梅子没关系。其实梅子的那个肉，梅子肉，那个是梅子肉。嘿，可以在那个苦瓜上面，我觉得可以增加它的风味，好。恋爱的滋味，你要赶快把它吃完，你要2个人吃。真的。这样做起来就比较。高档。对我来讲，这不就是单恋的滋味？我也今天爸爸陪你一起吃 Magic。好，爸爸，我们其实切的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可以放几颗梅子在上面啊。梅子不能。对，我们菜都是讲究健康，要在地的食材。是。对，这个是爸爸一直很坚持的哈，就是用在地的食材来做自己的料理。好，梅子也可以配着吃哦，因为梅子很好吃。这样给你淋上去就很好吃了。是。这样生菜都全部都可以，有人吃沙拉，真的不要吃沙拉。对哈，不用沙拉酱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很好的天然的沙拉酱。好，父子俩一起告诉大家，龙太家讲，俺呛太家是咧黑马街，恋爱副瓜。又鸡骨又这个猪排骨的哦，就让它滚差不多，有没有？12小时以上。果然，爸爸这个很厉害哎。我们练要给它煮那个会 Q， 但是不要泡的，
用泡的面哈，就不会 QQ 的。哦，这种得泡用泡的啦哈。滚的时候哈，大火给它滚的时候，它面才会 QQ 的。哦，原来安尼。力量啥？魔法师喊干嘛干？请干。好。对你爱不爱？爸爸会唱。等等，你好棒哦！你 solo 一次，我确定你会唱。会啊，对你爱。好了，来，吃。好了，恋爱苦瓜，恋爱苦瓜。你刚刚谈恋爱中，我觉得是最大的突破。我跟你讲，你回到店里，一定很多人说，哈哈，总是对你爱不完。不是胡瓜哦。不是胡瓜，是狗不着。来，我刚刚从狂笑当中，突然回到我初恋的感觉。有没有睡？有。我这阿从是家讲咯，真劲当厉害。冰镇以后，一听到点个酱汁狼它有一种热胀冷缩的效果。不用卡希。它完全吃到那个梅子的味道，我觉得你们那个梅子醋的比例抓得非常的好。韩国人试下去啊，要健身哎。是某想爱听。我们说，而且啊，这个真的是恋爱苦瓜，爸爸，我爱上你了。哎呦，他才是你两个，他也知道了。我心情不好，不要吓他。这个播出你太太就知道了啦。我爱上你的料理。我喜欢吃两梅子哈。青菜有清爽的口味。然后讲吃一口梅子再吃青菜，对，完全就是飞上天，真心诚意的给谁哈。下一道料理是什么？客庄冠军面。哎呦，客家话的翻译一下好不好？好。你的什么面？什么改？客庄冠军面。来了。按何系列啊？客庄冠军面呐，哦，客庄冠军面一定你的招牌嘛？怎么会有这个招牌，爸爸？那时候我们去比赛回来的时候哈，我们得到冠军回来的时候哈，来跟我们祝贺了哈，讲煮一碗面给他们吃，他说哇你们是这么香这么好吃，就是冠军面由来的这个由来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得了冠军回来之后煮面请大家，他说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因为得了冠军，那就是感情嘛。你没做的上到讲以前啊，应该讲爸爸有讲，台湾人出来呢吃东西要吃得好，要吃得饱，最重要饱要有多样。不是说讲你看冠军面呢变起的。就其实像我们的什锦面一样，山海都有哈。好，山海都有。当中有面一天有汤头。其实我们台湾客家面一冇属日本的拉面哦，哈。古时候讲，隔壁爸爸先教你做汤头，系嘛？先做汤头，来开始吧。好，你做汤头。先做什么？我们先做汤头。因为其实菜面最重要就是那个汤头。是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两个元素。好，这个是鸡骨架，那个排骨。好，现在小安师傅做了，爸爸，你现在是评审了哦。好，换我就轻松一点了。好，我先把一些杂质先把它去掉。是，然后这边就是要放进去了，把杂质去掉，把血水去掉。用夹子会不会好一点？用夹子好了。好，来。鸡骨，排骨。好，接下来呢？你要汤的是什么盖？排骨，煮排骨。哇，果然爸爸这个很厉害哎，又鸡骨又这个猪排骨的。其实我感觉啊，你冠军面唔但像迄记得，我还是还蛮适度啦。不过但像看按样嘅画面，就点样办会得冠军。按怎么样抓住客人的心哈？因为记得。嘅料理就比有讲嘛，有感情哈。系哦。也爱向下做就会感情啊。嘿。小安师傅，我们的汤头最主要就这2样吗？对。就让它滚差不多。慢火12小时以上。什么样的火？慢火就好。慢火12个小时一样。对，12小时以上。那谁顾啊？轮流睡觉。轮流顾。好，我们家的都很大咖，大桶。对。一次做好。一次做好，对不对？好，跟杀好来做嘛该。我们切菜。好，切菜。因为什锦面一定要爆香的。现在爆香。对。这个父子联手的冠军面啊，好了。
自压量啥啊？这个不用很多，这样就好，没什么。无啊，葱白块分开。好啊，葱花，然后葱梅要分开来啊，要爆香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这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是。因为台湾这边有一定要青菜。对，一定要有青菜。对。对。薯子面一定要有肉。有肉。肉。哦，好，按呢面，看起来就会像人参一样，就是很多彩多姿。好，这个多彩多姿包括有肉、有海鲜、有菜呀，有各种的米线。一定要有猪肝。哦，有猪肝，嘿，还有嘛该？蒸对。哦。给芹，好。哦，我刚差一点忘记蒸怎么讲。哦，回流是讲 kin 啊，还有花枝。哦，法吉。哇，包山包海耶！真紧啊，就讲就像人参啊，你看，你家一开始食到阿婆的米线，今日头食到恋爱的米线，哦，你还食到人参的米线呀。好，刚你讲，小安师傅哦，同你阿聪师讲，给康那个骨汤哈，11点钟哇，换你 magic 一下好了，来看镜头。预备，开始 ，magic， 好，11点钟哦，刚才3米2段，11点钟有俩这个汤，对不对？这个汤有过滤吗？过滤了，已经过滤了。那一般来讲，你煮了汤，就像你们说，你们可以煮1桶，对，这样可以保存起来。所以这个高汤有了，我们就要开始做面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开始喽。有，因为这个面哦，就是少油，没那么油了。没按油哈。好。少油，对，它这个先爆香。好，葱花，一定要爆到那个香味出来，才能放那个酱油。你们出去比赛的时候也是一起吗？对，一起。他是队长。对，队长哦，哇，你真的很会，你真的很会让你儿子出风头哈，队长。但是你知道，他是队长，你是大队长。这个葱梅丢下去。炒一下，好，炒一下酱油。你们2个联手把这个，好，呛一下锅上色，香味都出来了。好，香味出来了，你要弄个高汤哦，来，要等些了，来。因其实你这个卡迄讲做1人份的啊，要做得做不下来的时候。对啊，因为马该这菜都做得不用啊，因为比如讲嘛，当季食材都做得不用。我们练要给他煮那个会 Q， 但是不用泡的，用泡的面哈就不会 QQ 的。哦，做唔得泡用泡的啦哈。给他滚的时候哈，大火给他滚的时候，它面才会 QQ 的。哦，原来係安尼，你特別去面店生面哦，原來係安尼原因。那以前的味料都吼太不煮，當然大鍋子有關係，對不對？盡量一定要給它開，一定要開。沒有開的時候，那個面泡久了就不會 Q 了。做唔得泡啦，你接到水它就會不 Q 了，它就會吃起來軟軟的。對，做這個一個小撇步。好，蓋上蓋子，讓這個湯能夠先滾，對不對？好。小安師傅，那你回去返鄉啊，做這個客家美食文化的推廣，有沒有遇到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？有哈，遇到特別的事情就是他們說水里是客家莊，就很稀奇。然後其實我們這一代都不太會講客語，對。但是我告訴自己說，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學客語，好，然後就是當第一個就是可以做客家美食，又可以做。然後又可以推廣客家文化。哇，對，滾了滾了，滾了滾了滾了，聽到聲音，聞到味道了啊！好面，好，不是東西要先給它放下去，因為哈利比較哦，哈利哈利哈，哈利與沙利哈，哈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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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麼東西倒下去？哦，哎，倒慢一點哦，因為我都還沒有記好呢。哈，剛剛放的是哈利，哈利，還有乜嘅？好，兩芹，切白芹，還有乜嘅？豬肝，豬肝哈，按你身邊，
爸爸你不要这么急啦，一碗面，你跟儿子要好好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放下去以后要放什么？花这全部都可以可以慢慢放哈。鱿鱼好了，鱿鱼哈，来。用啊，用掉落去，哈，还有乜嘅？法鸡掉落去。其實呢，你的食材都凍結出熟嘅哈，還要放什麼？哦，兩係豬肉。豬肉。你兩下吼，先一樣唔會講嘅客家裏邊，好冇 ？OK， 一樣好嚟。那一樣喂。不用嘛該。下工。好大聲哦，英英。他說下工。唔係，你係下工。好，來下工。好，還不用嘛該。好，現在可以放面下去。哦，可以放面了哈，兩出誒，面下去了，面下去，放好了。OK。我們方便好，我們先把它用成一邊，放到旁邊。對。好，不要黑油面。這一板。好，一板。哇，蛤蜊開了。對，這樣。啊，青菜可以放下去。哇，青菜放下去。我們稍微調味，放一鹽巴，小小鹽巴就可以了。好，來，比較多。爸爸，這個時尚的鹽巴給你，好不好？來，轉一下啊。可以的哈。好。OK， 好了。那個麵給它到這裡。哇，連麵可以也是等候那網速可以給它關掉了。好，否則得關的哈。為安全，安全哈，才不會燙到。而且這樣子的話，我們的湯汁才不會一直滾哦。以前我們台灣那邊都是沒有排盤，嘿，直接就是一個碗公就裝了就好吃哈。對。現在不一樣了。現在我們的滾湯排盤了。你說一開始講的色香味，伎倆啥魔法師很幹嘛該，情感。好。好，現在給它拍盤的就很漂亮了。好，我們秘密武器要來了。秘密武器要來了，等一下，秘密武器要來了。先說秘密武器。等一下，對啊，你都忘記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來 magic，好不好？秘密武器，哎，來嘞 ，magic。你的功力比較強，告訴我秘密武器是什麼該？我們油蔥酥。油蔥酥，對，自家剖自己炸的，這用豬油炸的嘛，因為凝固是炸的。哦，好，我們要放在哪裡呢？這裡放。來，你點上去好了。現在是湯是熱的時候沖下去才會融化。哦，出某蔥一般不用下一層豬膏點在上面，對不對？對，放少一點，用一點胡椒。好，胡椒，你來白胡椒，對不對？來。撒一下啊！對，我爸爸的一點好多。湯給它倒下去。哎，這個呢？那個是我們的橘子醬。蘸醬嗎？蘸醬對。哦，原來是這樣子。好，來了，魔法來了。剛才的黑胡椒，不，胡椒粉，白胡椒，我看得入神。還有我們的油蔥酥。對，現在。有點熱度，要讓它融化，對不對？不要給人家看到。哎，對，這才是真正的魔法。但是我們電視播出去，大家都看到嘍。哦，不要講就好了。好，不要講就好了。哎，對。怎麼樣？哇，來龍講真言懂雄，來，這個父子兩人的聯手啊，來，一人端一邊，好不好？一人端一邊哈。來，我跟茵茵告訴大家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這是董氏父子的客莊乾卷麵。仪容所有的食材的大众的特色都顶出来了，太厉害！而且那个面啊，真的很 Q 味，我刚刚这样一直吸都没有断呢。還有而家統條，挺厲害咧，
12个小时12点钟，哎，就是不是白熬的。真的耶，对啊，好浓郁哦。完全是你们店里的就是冠军了。冠军面来试了，来，请用哈。阿葱丝，吃着看吃几面。这个面真 Q，已经来香港啊，来，我要这样子用吸的方式可以吸到汤汁，跟面不会团呢。然后你靠近，你还没有吃，那个香葱。就跑出来了，就跑出来了，而且是往鼻上冲哎！宜龙所有的食材的大众的特色都顶出来了，太厉害！而且那个面啊，真的很 Q 味，我刚刚这样一直吸都没有断呢。还有一个汤头，挺厉害嘞，12个小时12点钟，哎，就是不是白熬的。真的耶，对啊，好浓郁哦。完全是你们店里的就是冠军了，我相信也是南投的冠军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小安师傅啊，看爸爸做了50年，今天看到不一样的爸爸了，对不对？有对，有没有觉得爸爸更可爱？有啊，对你爱不啊？你做的讲一下嘛，关于跟着爸爸做料理这件事情，有没有讲一下很难忘、很特别的经验？我们有办过一场客家市集。客家婚礼市集，婚礼市集，对，谁的婚礼啊？我的婚礼。你刚结婚是不是？对，刚结婚，然后刚办完婚礼，对，刚办完婚礼。你还买个婚礼？怎么样的婚礼啊？我们就结合，因为南投的客家庄不是很明显，然后我们想办一场很特别的客家婚礼，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客家市集，我们结合当地的青年将近8位，吃喝玩乐，然后共2位，然后用我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。好，就是也说，那你到这边你可以尝遍到南投水里的吃喝玩乐的客家的各种文化，有室内有搞腰的啦。我要跟他鼓掌，好棒哦！哎，当你老婆很幸福，该不会你做恋爱苦瓜给她吃吧？哦，对，老婆被我猜中。对啦，像佮安阳嘅情形，我想要讲，就是呢，因做推动客家文化嘅嘢，唔係單槍理念，就係最重要嘅，要客家心，用美食、用佢愛嘅東西來推廣客家嘅文化。佢頭先咯，啲準備嘅時候，條冇嗌叫，你做得推薦嗌彈幾首客家歌曲冇？嗌喺歌曲當中學了嘅客家話，安陽就係客家腔嘅，有心嘅客家人。真給你拍拍手，好不好？还用在自己的婚礼上，是不是很有客家心？真嘅，对呀。當然係已經被安陽型啦，吼，客家文化當中咧看到佢講嘅素材，當然轉咗兩位了，因為美食，因為爸爸，現在又回到爸爸的身邊了，在外面闖蕩這麼多年，你看到爸爸的辛苦，對不對？3年，現在結婚了耶，對，接下來你要當爸爸，對，來看着爸爸，有什麼話跟爸爸說？爸，你辛苦了，你要相信你兒子。好，我們這間店要一起共同經營。還有，我們把這間店的傳承的故事，好，不管讓你或者我還有我的兒子，讓他知道說阿聰師洗菜麵這間店的故事一直延續下去。我們要做到南投水里第一間客家示範餐牛。好感動哦！來，我希望大拜人大家以後是來懂得，母子檔。很少看到父子檔。你多久沒有抱爸爸了？哦，很久了。抱一下，來抱一下。哎呦！那像咱辦嘅食到2碗面時間，除了想到按你故事，好，就像佢俾佢帶過來米色，唔但將有這個色香味，還有當到佢，因為有吃到大家一開始講嘅當中嘢嘛，唔但將後色聽聽，色香味聽聽，還有乜嘅？感情。哎呀，暗後的感情，很感動我們。今日本大家看到的唔但將有好食的料理，還有懂感通人的感情。迄講含來得到含那度的感通，還有 magic。一天的準時收看，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大家來主席。上來了。謝謝客家 VNV 客家電視台給我這個機會來這邊推廣南投水里這個客家莊，好，堅持一步一腳印，讓公司永生精神，不惜犧牲，給世界的目標前進。